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早早，毋知昨暗大家困了好无？我想落雨落一暗，大家人嘛感受到台湾点伫欠水的过程中，感上帝渐渐咧补足咱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咱也期待台湾所面对的危机，当然有欠水、欠电以及疫情的影响。咱期待上帝的工会当一项一项来运行踮伫咱中间，也帮助咱，互咱踮伫即个困境，咱也不断去算小上帝恩典要一直踮伫咱中间。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嘛有几项事，牧师嘛继续邀请咱会当赶紧将咱线顶礼拜的连结来分享，互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。嘛会当提醒讲哦，咱准备要来做礼拜哦。看到这个 YouTube 的时阵，咱嘛继续会当订阅开启小铃铛，遮拢有咱的 PPT 顶面拢有一个说明，咱会当照这个每一个第一步、第二步，咱来做一个订阅分享。分享出去了后，咱就会当互愈来愈侪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接受到教会的消息。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准备要敬拜上帝，所以牧师嘛邀请咱就安静心踮伫咱家己的厝内，也是跟咱亲人，咱会当三体有一个陪伴心的时间，做伙为着今早起一切服侍来祈祷。所以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踮伫主一个清早，阮同齐聚集。无论阮踮伫什么所在，阮会当做伙结连伫你。愿主你安静阮的心，陪伴阮，互阮准备来听上帝你的话语，准备来调见你。愿主你的神踮伫阮中间，甲阮三弟弟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请咱陪伴心准备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9点就要开始咱今早起的礼拜。
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腹背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；受拣选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阮的心神庆效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伊，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上主啊！愿你的慈爱施落予阮，因为阮要仰望你。咱三甲内面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，273首。心我就跳。
即时要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即时要来用第32篇的启应文，就是诗篇130篇来启应。诗篇130篇，启应第32篇。上主啊！我对深渊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上见的较迫切听候天光。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要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至权、至尊、至大、至圣、至疼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平安、智慧、真实、尊贵、快乐、公义、甲疼的源头，是阮的悬台、山脊、磐石、避难所。伫你奇妙的作为中，阮伫软弱的时看见你的大能；伫卑微的时享受你的阳光；伫愤怒中发现你的疼痛；伫罪恶中接知你的性格。你予阮愚妄变智慧，无知诚侪聪明，邪恶变洁净，自私诚侪公义。予阮看见家己拢总的罪，为阮擦去所有的目屎。你的疼，毋是阮讲会清楚的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阮国内疫情高升，瘟疫予人充满惊吓，疫情搁较予人失去理智。感谢你，予国际看见台湾人的努力。用日本人送来及时的帮赞，稳定阮台湾人的心。恳求你纪念伫疫情前线的指挥中心、医疗团队，甲所有有关的人员，搁伫背后静静出力，来为有方社为着台湾抗疫来奋斗的人，甲因的家属，祝福因力上加力，稳上加稳。嘛有人心思意念无法度甲主政者同心，恳求公义人民的阿爸爸上帝监察因，赐因智慧，开因的心窍，掠台湾百姓的利益做第一要紧。看起来台湾亲像真混乱，有疫情甲被欺负的局势。总是阮确信你是历史的主宰，你要看顾，你的带领的确诚侪奇妙的事。伫摇动中，阮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救恩、颂赞、阳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
权柄、气力，拢归伫阮的上帝，直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三甲来恭守圣经，今仔日的经节记伫撒母耳上卷第8章第4节到20节。以色列的长老拢聚集到列马见撒母耳，甲伊讲：看，你已经老啊，你的囝无行你的路，但求你甲阮设立一个王，通好判断阮，亲像列国一样。因讲求你甲阮设立一个王，判断阮。迄个事撒母耳无欢喜，撒母耳就祈祷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讲：百姓对你所讲一切的话，你着趁，因为因毋是气杀你，是气杀我，无互我做因的王。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因一切所行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上帝，但也照安尼款待你。所以你着趁因的话，总是着严严警戒因，互因知将来管理因的王的制度是怎样。撒母耳用耶和华的话，拢甲百姓讲，就是遐个对伊讨一个王的讲，将来管理恁的王的制度就是安尼。伊要出去恁的囝，做家己设立伊，甲伊，互伊来管车，做伊的马兵，行伫车的头前。搁要为家己设立因做前总50夫长，也要设立人甲伊做园、收五谷、制作军器，甲车内的器具。要处理的查某囝，甲伊制作香油，做煮食的，做白饼的。你的田野、你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迄个上好的，伊要厝内互伊的萝卜。你所种作甲你的葡萄园，伊要出1/10，互伊的太监甲萝卜。搁要处理的萝卜、查某囝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牛来做伊的车用。恁的羊群，伊要出1/10，恁也要做伊的萝卜。迄时，恁要因为所选的王来后叫，总是耶和华伫迄时毋听恁。总是百姓毋肯听撒母耳的话讲，阮的确要一个王治理阮，互阮亲像列国一样。阮的王判断阮，做头带阮，替阮交战。撒母耳上卷11章14到15节。撒母耳甲百姓讲：来啊，咱去吉甲。伫遐定在建立国，众百姓就去吉甲。伫吉甲，当耶和华的面前设立扫罗做王，因伫遐献感恩祭。伫耶和华的面前，扫罗甲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。今日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：互我，其他免讲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
感谢主的恩典引带咱，互咱会当搁一摆咱要通过上帝的话语，做伙来学习，也做伙来敲吹，到底上帝要怎样引带咱头前的方向？请咱搁一摆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主即管，互阮无论踮伫什么所在，阮会当带着敬畏的心，同齐踮伫你的面前，要三甲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圣神开阮每一个人的心窍，互阮会当真正明白，也互阮愿意遵照安尼去行。愿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对昨暗到现在，我想录即暗的好，大家人会感觉非常欢喜，因为伫过去这段真长的时间，咱知影台湾欠雨水，所以踮伫欠雨水的过程中间，也足侪人拢足紧张的，到底咱的水库，遮个水是会当升悬啊袂？啊，咱到底会欠到什么时阵呢？是，但是台湾现在面对的挑战，毋是干那欠水尔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也知伫疫情的中间，咱确实会拄着新的挑战。所以伫应该是昨也是昨日，咱大家人嘛足欢喜。我看踮伫面册顶面，大家人一直咧改迄个大头贴，为什么要改？因为咱足欢喜听见日本送疫苗来到伫台湾。伫面对遮尔济混乱的过程中间，咱敢若拢亲像敢若看到一个目标，即马欠水，互我水，其他免讲；即马需要疫苗，所以互我疫苗，其他嘛免阁讲。咱看到伫一个时代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咱定定都会走出即款的想法。只要互我啥物就好啊，其他拢免阁讲啊。今仔日咱要对圣经中间看两个时代的转变。以色列人踮伫因的时代中间，因开始也要进入一个真大的转变，因要对士师的时代进入到君王的时代。伫士师的时代咧，以色列人就是不断因踮伫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互因一切拢真顺遂，拢无拄着什么困难。但是听候到因开始想要离开上帝的时阵，危机就走出来。危机就走出来，主要就是非利士人开始来攻击因。当因拄着攻击、拄着混乱的时刻，士师就出来啊。士师就开始照上帝的公理审判，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向头前行。所以踮伫士师的时代中间，因踮伫一个循环内面，就是一开始敬畏上帝，得到顺遂，但是开始背逆上帝，拄着困难走出来，就重新搁走来敲吹上帝了后，士师就出来，开始咧引带因继续行头前的路站。所以踮伫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间，哪亲像是一个危机，搁拄着一个危机，一个一直踮伫遐咧教。这一切的混乱到伫一个时刻，总算通得到结束啊！就是踮伫撒母耳正做士师的时阵。总算互因感受到有一段真长太平的时期。撒母耳带领因会当经过非利士人的挑战了后，因得到一个顺遂的时刻。踮伫这个顺遂的时刻，大家人享受太平，总是敢无危机吗？老实讲，危机犹原存在，因为到撒母耳年老的时阵呢，撒母耳望伊的囡仔会当继续正做伊来担任以色列的士师，总是真遗憾。这两个囡仔无照老爸的模样，因心内底干那啥物？心内底干那想要趁钱，收遮的人摕来的开始暴露，无照公理咧审判大家。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项事啊，真无简单。咱踮伫撒母耳的时阵太平啊。但是看到要接伊后壁迄个位的人，哇，哪会遮尔歪高，哪会遮尔有问题？因佫感受到可能后壁佫要出代志啊，所以因大家人足紧张的，因就走来找撒母耳一件事，因要求讲，求你互阮一个王吧，求你互阮一个王吧。阮无佫需要士师，阮需要的是王，只要互我王，其他拢免讲。为什么因会安尼想呢？因为因看到其他的外族。其他的外族拢有王咧带因征战，
所以现在因所感受的就是，只要互我王，其他拢免讲啊。啊，萨摩尼拄着这项事，拄着人的要求的时阵，萨摩尼感觉非常的无欢喜，因为伊清楚知影一件事：以色列对古早到现在，毋是我靠任何一个王，毋是我靠任何一个人，唯一我靠的干那啥物？唯一我靠的干那上帝那尔。大家人是通过敬拜来敲吹上帝的带领。然后敲吹上帝的心意了后，上帝一步一步带咱向前行。但是无论撒母耳安怎解释，无论撒母耳安怎解释，遮个人、遮以色列长老甲百姓所看到的，敢若你讲遐济无效啦！啊，接着你后壁迄两个吼，恁两个囡仔完全无值得互咱信任，所以只要互我王，其他拢免阁讲啊。阮只要一个王。你即马就设立一个王，其他什么物件拢莫阁讲啊！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的焦点敢若看到，阮爱一个王，啊，带阮征战，带阮征战，互阮能得到安全，互阮得到太平。所以其他的代志拢无重要，互我一个王，其他免讲。到底为什么造成因有即款的想法呢？我想上界重要的造成因有即个想法，就是惊吓。因的心内底有足大的惊吓，阮真无简单，才进入一个太平的时代，竟然现在拄着困难，现在拄着搁煞来，搁要拄着患难啊！所以，互我啥物其他免搁讲啊？这主要，咱会安尼想的主要原因是，咱心内底无平安，咱心内底有足大的惊吓，然后有这个惊吓了后，咱就会开始看咱身躯边，啊，你看。边仔的国家有王，所以阮嘛爱一个王。啊，边仔的国家有啥物，阮嘛需要啥物。别人有，咱无，所以我就惊吓的。只要互我迄个就好啊，其他啥物代志拢免阁讲啦。台湾对这几十年来，咱其实已经进入一个，亲像伊共款是一个太平的时代。咱经过大战，经过戒严，经过到伫现在民主了后，咱有家己的政府，咱有家己的国家。咱也享受踮伫即块土地顶面，济经济的发展、经济的进步、教育的进步、医疗的进步，至到咱会袂记哩一项事，伫世界中间，有济所在犹原踮伫困境中间，咱也袂记哩讲，有足济所在伫几十年前，因犹原是经过战争的考验，拄着济疫情的考验。到伫最近这一年多以来，咱也袂记哩一项事。咱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嘛，享受一段甲世界大国完全无共款的太平时代。当世界大国踮伫困难中间的时阵，咱犹原是太平的。所以现在，咱忽然间伫大家人拢无准备的时刻，忽然间拄着遮尔大的困难，病毒入来，改变咱的生活，改变咱咱的想法了后。老实讲，咱的心是惊吓的。咱的心是惊吓，咱惊啥物？咱惊讲，到底我的性命敢会当安全无？咱足惊，到底这个传染会继续传染到伫我无？还是我继续传染到伫我家庭中间我所疼的亲人无？咱的心内底足惊的，所以伫这个惊吓的过程中间，看到啊，看起来别国拢有疫苗通好做啊，所以咱即摆嘛开始安尼讲。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阁讲啊。无论即马政府讲啥物，拢袂要紧。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免阁讲啊。病毒的传染是非常的紧，至到咱看到逐工遮尔侪人拢确诊，甚至失去性命。但是惊吓的传染有可能甚至比病毒影响阁较大。惊吓的传染是一个人对10个人，10个人100个人。若是咱看确诊的人数，敢300、400、400、500，一直踮伫遐。但是惊吓的人数毋是300、400，惊吓的人数是今仔日400，明仔载800，过来1600，是安尼继续去哩。咱开始有足济毋知讲啊，过来阮要安怎？过来，咱有啥物可能性？一切的规划，一切的想象，开始拢。拄着冲击，所以咱就开始讲啊，毋是应该爱所谓的超前部署吗？
是超前部署，但是面对遮尔大的冲击下面，咱敢真正有法度所有代志拢按算好势吗？如果咱认为咱会当按算所有的事的时阵，咱减下也伤过骄傲，地教讲，我会当掌握一切，我才是生命的主宰，袂记你上帝才是咱的王嘛。所以伫遮尔大的惊吓，地教伫咱一直咧要求讲，只要互我啥物，其他拢免讲的时阵，咱恐惊上应该转来想的问题是。我怎样伫主的内面超找真实的平安？这也是撒母耳面对遮尔济百姓一直咧甲伊喊话讲，互我一个王，其他拢免讲的时阵，伊心内底上大上迫迫的所在。伊对百姓的行动真正无欢喜，也感受到这敢会是一个对我来讲真大的好定吗？真无简单，我才带以色列人经过遮尔济困难，进入一个太平时代。现在因竟然不爱我，所以撒母耳咧面对也是遮个人哪亲像不爱伫伊啊。所以一点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上帝对伊讲，上帝甲伊讲啥物咧？上帝讲，你就顺因的意吧，因毋是厌恶你，因是厌恶我，因是不爱我，搁做因的王。这是上帝所讲的。上帝对撒母耳讲：“因毋是好定你，因是不爱伫我，因不爱我，搁做因的王啊！”对现在遮以色列人民来讲，因敢若想要看到一个阮要看会到的王，毋是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但是时代的转变，毋是敢若你找一个王遮尔简单啊！上帝应允因的要求，总是也指示撒母耳继续甲因讲。煞只，恁要对士师的时代进入到伫一个君王的时代，恁会拄着啥物款的挑战？这个王会征收恁的财产，恁需要纳税，恁需要正做军队，恁会正做因的奴仆。迄时到伫迄个时阵，恁就会为着恁现在所要求的一切，感觉反悔，恁会开始哀求，总是上帝袂听恁的话。撒母耳将一切会拄着的问题，未来会拄着的问题，真正要立一个王，真正互恁一个王了后，未来会拄着的问题，撒母耳全部拢讲出来。但是对遮个人来讲，伊讲完全不管，完全不管未来会拄着啥物事，阮只要爱现在，阮干那要现在，所以现在就是互我一个王，其他拢免讲啊。最后，撒母耳点伫结局。咱知以色列头一个王是啥物人？是扫罗。撒母耳点伫结局立扫罗正做因的王，对迄粒起，以色列正式对旧的时代、旧的士师时代进入君王的时代。这一路以来，上帝甲因同行，上帝咧引带因进入君王时代了后，当然一开始有足侪混乱，一开始看起来王拢袂歹。但是到伫上尾啊，也拄着侪因现在所想无的代志。总是无论安怎，上帝应允这件事的发生背后嘛，足强调的是，上帝永远要正做以色列的王。上帝永远要正做因的王。无论经过什么款时代的转变，踮伫什么款的困难中间。上帝永远做王，咱是通过敬拜，通过咧超吹上帝的道理，超吹上帝的道，永远会当超吹未来的愿望。所以徛点伫现在，伫这个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讲，敢真正是安尼吗？咱拢咧面对一个互人感觉非常青春的未来。除了疫苗了后。以外，老实讲，咱要讲的代志还佫侪咧。咱爱讲啥物？咱需要讲啥物？有遮尔侪人得到因确诊，踮伫足大的惊吓中间，也看见遮尔侪人失去因的性命的时阵，咱敢无认真去面对性命的有限吗？
遮尔长期以来，咱拢感觉台湾的医疗真方便，嘛真俗。所以台湾的医疗科技应该互人的生命会当不断延长。但是到现在，咱面对着死亡有可能就踮伫咱的面前的时阵，咱敢无定心去面对生命确实是有限的嘛？最近咱也看见，伫苗栗有侪义工因确诊，也有侪遮尔侪人咧传染的时阵，咱敢无想过吗？咱现在会当拥有的生活，是偌侪人？可能外国遮的外籍移工，偌侪人因离乡背景来到伫台湾，因所付出，但是因踮伫社会的地位，老实讲非常的低，无人会管因，无人会质疑到底因的生活环境是啥物。所以病毒进入到伫上界弱势的人中间，也踮伫遐，成做一个真大的危机。这也是咱必须爱去面对的。伫弱势踮伫台湾社会中间，虽然咱看起来大家人会过了愈来愈好，但是咱敢真正是一个进步的社会，真正是一个会当尊重弱势的社会吗？咱会当讲的代志非常的多。对这几个礼拜以来，咱的囡仔无法度去学校，咱拢踮伫厝内底用线顶的课程咧上课。但是咱嘛从来毋捌去想过，有踅踅踮伫较偏远的所在，有踅踅踮伫较山顶的所在，因敢真正会当遐尼方便摕到，无论是平板也是电脑踮伫遐上课吗？是咱就会讲啊，安尼应该会当关互因吧？是因会当摕到遮的器材，总是上困难是啥物？到底有啥物人会当教因使用遮的平板，还是使用遮的数位产品吗？伫现在咱所面对教育的困境，咱嘛真少去看到讲踮伫偏远的所在，到底因的学习要怎样搁继续延续落去啊？现在咱嘛足少去认真看待，是因为这几工拄啊有雨水入来，所以咱看起来欠水的问题才得到解决。咱嘛足少去认真看待面对资源的浪费，咱到底是安怎咧对待这个土地？爱想的问题也阁非常多，但是咱有当时啊，互惊吓加看咱的心，至到咱敢若去想讲啊，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阁讲啊。毋是，其实爱讲的代志还阁多咧。咱真着急会混乱，因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真正非常的忝。甚至踮伫遮的医护人员，就是咱每一个人的亲人啊。咱嘛有咱的亲人住伫台北市，也是新北市。咱拢有足侪惊吓。虽然咱足侪人犹原会当宅在家，看起来是轻松的，但是心内底犹原有侪不安。咱需要上帝。现在这个时刻是咱需要上帝的时。毋是互我啥物都解决啊！咱唯一需要的是上帝永远做王，上帝永远带咱行头前的路站，互咱继续超吹，咱要怎样往头前来行？伫遮尔混乱的时代，有足侪项事咱有法度改变，也有足侪项事是咱无法度改变的。所以咱必须真心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惊吓。咱到底咧惊啥物？咱咧惊的是我失去性命，咱咧惊的是过来咱的亲人要安怎？所以咱开始将责任撒互边仔的人，都是啥物人毋对，都是啥物人做决定无较紧的。咱有足侪的惊吓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刻，都是咱面对惊吓的时刻。以色列的百姓有惊吓，撒母耳的神像也有惊吓。总是上帝永远无改变。当咱面对惊吓的时，也是上帝要对你也对我讲话的时。那亲像一个神学家尼布尔真出名的祈祷文，伊安尼讲：请你上帝啊，请你赐予我安静，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事。上帝啊，嘛求你赏赐我勇气。互我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事，但是上帝嘛求你互我智慧，
互我有智慧通分辨这两项事到底有啥物无共款。毋是干那，互我啥物其他都免阁讲啊。咱爱阁讲的代志也阁足侪咧。咱要做伙来看这首诗，互我啥物其他免讲嘛？踮伫病毒所加互咱伫足侪沉默也是烦恼的下面，受到隔离也是社交距离，嘛束缚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咱是自由，但是咱选择限制。咱会当活了较开阔，但是咱选择的是狭隘。咱永远会当享受，但是咱选择的是沮丧。咱心内底永远有平安，但是咱选择的是愤怒。咱会当活了足大的，活了足宽阔的，但是咱选择活了足细，因为互我啥物其他免讲。有可能免讲以外，才是一个更较大的世界。咱需要讲啥物？咱需要讲一个守护心灵的堡垒。咱需要讲一个会当贴近弱势的行动。咱也需要讲一个维持经济的可能。咱需要讲一个转变思维的未来。咱需要讲的还阁足侪咧。永远的有一个力量运行伫所有理性、逻辑、价值系统的背后，伊会搬过一切现实的限制、狭隘、沮丧、愤怒，因为明仔载会搁一摆临到，未来听候你甲我，所以互我一个咱每一个人愿意手牵手同行的梦。其他免阁讲啊，咱需要的是一个会当做伙手牵手行往明仔载的梦。其他免阁讲啊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同齐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伫遮尔大的危机中间，阮的心惊吓，阮的心不安，所以。阮受着惊吓所捆绑，一直讲，只要互我啥物就好啊，其他啥物拢免讲。总是一遮尔大的惊吓背后，上帝你悠然存在，上帝你悠然无放杀阮，互阮会当看会到，阮需要讲的其实也阁足侪咧。阮需要讲的是一个大家人愿意手牵手做伙向前行的梦。这个梦有时看来是困难，总是当你应允，当你愿意带阮向前的时，阮就一步一步哪来哪接近，阮就一步一步哪来哪感受上帝你的疼，无离开阮，你会扫除一切的惊吓，扫除一切的不安，互阮领受生命中间真实的平安。愿主你的平安。甲阮每一个人三伫地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三角内面圣诗，至圣的天父，恳求你阿落听，圣诗520首。歌是阮
奉献。各位兄弟，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的奉献，你会当利用周间有闲的时阵送到办公室，交予咱的干事，也会当用汇款来奉献。咱汇款的资料伫咱旧的周报面顶有足清楚的记载，伫今仔日的银幕面顶嘛是有，请咱大家多多利用汇款，或者是有周间的时阵送来办公室。咱请牧师来报告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继续会当踮伫厝内底，为着教会事工，嘛为着咱现在咱全国，我想这个第三级警戒应该还阁会继续延续落去，因为咱看最近的新闻，大概这个疫情要和缓的迹象也无真明显吼，所以咱也继续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我知影咱有足侪团体拢踮伫线顶开始有聚会，所以咱嘛会当踮伫线顶，咱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继续咱原本的团体甲聚会。煞只咱也继续会当提醒，就是咱伫主日的早起，咱拢有三个 YouTube 的直播会当看。头一个是亲子的礼拜，若是囡仔嘛会当做伙看。第一场的礼拜是9点，第二场的礼拜是10点45分，以及咱拜三点伫线顶，咱拢有巴克里圣经学堂，所以你若是无加入的，嘛邀请你会当做伙加入。咱过来要读的圣经节，除了今早起牧师所分享的以外，咱会当家己参考这几位的圣经节，咱会当做伙踮伫拜三暗8点的时阵，咱做伙会当踮伫线顶来学习。差不多到8点到8点35分、40分是牧师咧分享。40分了后，咱会当进入到伫无共款的小组内面。你若是新的朋友，嘛欢迎你。咱拢有迄个新朋友的迄个聊天室，嘛会当邀请你做伙入来，甲咱做伙分享。好，所以以上最简单的报告。伫咱的 YouTube 频道，咱嘛继续鼓励，咱会当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，和搁较侪也无参与踮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咱。上迎阿乐天父，万福本源，圣诗390首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众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因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请默祷。